来继续来看新北市淡水的北新路，昨下晡2点外，有人破油点火烧死人。讲有一个厝主约2个朋友来厝内底烘肉，其中一个开喙要来借钱，无爱借伊，安尼袂得，竟然甲厝主泼汽油点火。这个厝主因为规身躯大面积烧烫伤，早起宣告死亡。警方用杀人甲公共危险罪，甲人移送法办。爆炸当下一点声音都没有。朴色衫的查某人双手牙关，表情痛苦，双手拢烧烫伤。警方先按打伊的情绪，佮检查伊身躯顶敢有其他受伤的所在。用外套甲头包条，豆豆仔行去哩救护车。昨下晡2点外，淡水区北新路顶一间出租套房传出有人放火，拢总有3个人烧烫伤送医。伊就是放火嫌犯，双手用火带伫警方的介护之下送医治疗。这个展示查某人甲带生厝主起冤家，竟然气甲放火。那个事也是快早上的了。快就凌晨的时候。对，在吵架。你在睡觉被吵起来。对啊，有很大声的。带生厝主招3个朋友到厝里烘肉，展示查某人向伊借钱借无，怎生气，摕烘肉用的汽油甲人泼，3个人互烧烫伤送医，插管治疗。不过带生厝主规身躯大面积烧烫伤，经过一暝宣告死亡。本分局于昨晚通知案发当时的另一名在场黄姓女子到案。经初步调查，曾男向蔡男借钱未果，竟持装有汽油的塑胶瓶泼洒，引发火警。事发地点的附近就是学区，出租套房的楼骹拢是餐厅，平常时人来来去去，嫌犯竟然就伫咧套房内底放火。警方已经甲伊逮捕到案说明，回调小组嘛已经展开调查，要甲案情查明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